She got a nothing open the well. Matu body, yeah. Shut it.我是呢，哪去得来哦？安尼有搞无？哦，安尼有搞无？就这样。好来哦，好来，要搞，咱拄啊经过磅空有无？嘿，弄过这个磅空了，咱就是了哈。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啦。哦，拄啊，伫山顶个大呢。East Coast。啊，即马落喺山骹有够热啦。即马中滨啊。你毋是讲要去横滨？啊，即马哪对中滨去啊？先来中滨，你若食早顿烧早，啊，你踮面就会腹肚枵啊。所以讲我带你来一间哦，足出名的海产店。哦，咱先去中滨遐食一个海产，食海产。接下来去横滨找咱今要去摄影区迄个大个迄兜。是咯。哦喏，啊，你讲迄个大个是迄个咧开船的啦吼？船长。因本来是在迄个北部啦，伊本来是做咧建筑的啦。啊，落尾就是做了伤忝，啊身体就怕歹。啊，即马就搬来遮，啊，伊买一只船去掠鱼啊。哦。啊，请船长去掠鱼啊，安尼。安尼哦，安尼水呢？水啊。咱对山顶身躯洗完，转来海边仔洗安尼。即马先海边仔先食一下高亢。是。你敢知影高亢？高亢我知影，高亢就是阮西沿土地啊，拢会迄落模仿。摕一个牌仔拢无成，啊摕一个牌仔啊，一只的啦。哦，一只的啦，一只啦，嘿啦。伊说伫咧遮吼，规个东部海岸拢咧饲高亢。就讲咱即摆要去看伊饲高亢就对啦。饲高亢，啊，连看会当讲，甲高正者，看会当安尼食一顿啊，是安那，安尼啦。会当呢？咱台湾人就是做真精美的，你甲讲一个讲。啊！你这高岗安怎哦，足水的呢！哇，一定真好食嘛！哦，咱这个饲到这肥。系啊，啊你是用果味啊，是用国香的啊？是安怎？哦，还是猪汤啊？嘿，我拢会用的。还是高亢鸡啊？啊，赞。是咩？高亢鸡？高亢鸡炖鸡啊？有呢。有啊。哦，真够好食。系啊，高亢银松鸡啊。哦，赞，安尼好，安尼。是啊。应该嘛打啦吼，来，啊拄啊好。哦，落来个照够热呢。这就是我介绍者，这上较出名就是高亢白虾，来去找姓李。李档的就对啊。李档有够热的啦。而且我咧讲，伊咧做营做啦。你要去横滨找迄个大个，才是做营做的啦。是哦。咱是在这食高亢尔。你莫傻了白豆啦。用本地。这是中滨啊。对啦，横滨迄个要先开，你甲做营做的啦。哦，白粉，真的，我白豆。我用有一个档的，伊咧做营做的，是，迄个住横滨，煞唔知住横滨，嘿，啊，你煞拢袂记的，所以是我混唔对，唔对伊啊，嘿啦。哦，安尼我即马知啊啦。即马是知啊嘛？我知啊。即马这档的姓啥？姓李。对啊。啊，伊饲高亢。饲高亢的。啊，嘛有白虾。白虾对啊。你头家呢？来，头家，这算讲小头家啦。安那称呼？俊瑞。哦，这个阿瑞对吧？阿瑞。啊，即马，这妈妈是咧无用啥？因即马是咧吐高亢仔啊。高亢细汉的时阵，仔的时阵生安尼。对，阮饲高亢仔啊呢，有分头批、
里批、哎呦，尾批、头批就是前段班，大上紧的，啊，就爱卖去饲袂去大坑，饲大坑，离啊，谱是当饲就第二名的，第二名的。嘿，哦啊，有当时啊，若是尾批了后，阮拢是摕起来做加工，啊，你头批会去怎啊挂互人去饲对吼？，东北啊迄边，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叫阿宪啊，阿贤啊，蔡昌宪，蔡冲嘞，因伫咧东北角遐对，因爸遐有咧饲，因爸咧饲高坑饲诶，个只大坑，对你捌伊无我知？你有挂互伊无？嘿无一定，反正你可能嘛有反正伊有挂互可能嘛有因饲个只大嘿，坑。阮较早饲仔的时阵拢卖全台湾的，所以讲高坑呐，囡仔的时阵叫做高坑仔啊，知啊嘿知啊，知啊对无对啊大汉叫高坑，对，嗯啊愈来愈大汉是毋是叫鲍鱼？无毋是，阮拢是讲台湾高亢，哦，安尼共一个品哦。种也无共哦，考出来。鲍鱼还鲍鱼，对高坑还高坑，对毋是高坑大汉，大汉变鲍鱼阮这高亢是台湾特有的，就问一下，安尼一鼻吼，对，内底有几粒啊？这几啊万啊，几啊万，你几啊万粒对啊啊？你叫迄妈妈安尼乌几啊万个，系啊，有够辛苦的啦！伊安尼乌几啊万个，内底几啊万粒呢？阮这原住民的阿姨就厉害的，有影讲阿无？美族的阿密斯的，姐姐，辛苦无？你讲国语的，阮家拢是咧累不累？不会啦，不会哦。哦哦，，啊，你做多久？唔知啦，唔知影哟。会晓讲台语？我问讲伊做多久？伊甲我讲唔知影呢。听句嘛是会，听久会晓啊，嘿啦，姐姐，你真水呢。那我睡啦，伊甲我讲，伊袂晓讲台语。我讲你真水，伊讲我哪有水啦？啊那呢？要应就甲你应两句啊，哦无想要应就是讲我毋知，哦，无想要因讲，我唔知。嘿啦啊，若讲伊水，就因两 OK，句啊。有啊，好要应就应，要讲就讲，你知影意思无？我即摆这名站吼。你就安尼，啊袂当打安尼，打安尼，哦，哦安尼啦。安尼啦，食，嘿对，嘿这安尼，大家对，大家嘿对，这大家个回波啦。嘿，好大家。我怎想我想到礼拜吃，好大家你知道这只可能是班长的款。是，班长才差不多，你一工才食几斤的高亢，毋是？啊，你问敢对？无啦，有刚做偌久啦？有定定食高亢无你？有啊，定食哦。伊啥物人？你敢知？唔知呀，南港老爹和阿辉啊，阿辉拜拜谢啦。谢谢谢谢谢。阿妈拢无在看电视啊，哦，你无咧看哦，无，唔系安尼啦阿妈拢。无咧看电视。讲安尼啦，哦。我想你敢知？咩？又看？无啦，你安尼就有较含啦。这演艺界化少呢，台造园，台造园。哦，你哪个？你怎么知道他叫台造园？伊知影呢？应该有一个叫我体制人，你我查我这。OK 啦。迄听有就好，听有就好免那叫我紧。 OK。我看一下，哦，安尼啦，安尼啦，这有凸啊，你甲图者。猫看卖啊。为较紧的较紧的卡称遐，诶，我甲动落，伊叫我救伊啦。我即摆甲你动落，你会听无？会啦，会啦。啊免讲伊嘛会啊。哦哟，啊起来啊！啊，你动我咩啊？真心色，有无？是弯啊，是弯啊上，班。就咩咩啦？ keep 掉的，啊，就卖啊，小等下，等伊放较轻松的，咱再甲赌。小等下，安尼爱紧。爱抽者，爱紧，嘿，速度爱紧，你看看，有无？诶，这骹手爱紧，这出手爱紧啊！中的。我试看卖啊！你讲安尼嘿，安尼甲吐了，诶，有无？嘿有呢有无？安尼就起来啊咧。细粒的迄边。这就，哦，哎，爱为个卡称道遐，尻川岛是这边遐，对，有一个点对啊嘿，啊，江湖一点决，嘿啊讲破就无价值。啊点者安尼就起来，安尼，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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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来哦你看，来哦，安尼对，有无？来哦，哦，我甲你讲，我即摆变专家啦。有无？我甲你讲啦，有哦，有无？啊，原来有烟头无？金鱼有趁大钱无？高亢有好食无？啊，阮节目有好看无？哇，啊，就还未付出呢，恁是有看过呢？安尼就是咱的好吉调啦。哦哟嘿啦。好啊，这一片是有够大片的。是家头两狗啊。这边是啥？这咧饲啥？阮这边就是高康仔啊，高康若是差不多3、4公分了，嘿，阮会刷来食，放来遮饲就对了。这咧征收哟。无，遮拢拆掉啊。啊？较早饲高康仔啊，就好饲的。嘿，你若是孵落吼，就稳赚。
迄时阵就发现讲，高亢吼，知影伊就是小可病变，上紧差不多2礼拜啦，就死啊。迄时阵高亢就开始慢慢减少个，哦，啊，饲着就慢慢萎缩去啊。即摆无爱饲啊，这拍算要做啥？目前来讲，若是你如果要重新吼，哦，去百货公司，去电影院、卡拉 OK 拢会当去。有人无要紧，因兜咧做营造的啦，会使。不是一个为红兵，叫中兵。我是要甲你讲几解。哦哟，我咧考试咧考袂倒是。啊，你哪个跳跳做别行，那要留安尼？其实就是讲留一个纪念，唔甘哟。对，爸爸唔甘嘛。哦，这爸爸去，这爸爸留落来的事业。这是阮上好的时阵起来，啊，即摆有一个问题，伊拄爱阿姨，拢65岁以上，啊，所以阮妈妈原本想讲阿姨伊嘛是爱有互因有工课会当做，啊，加减有拍算一下，有趁一下所费安尼。所以其实恁即摆饲这是无啥趁钱。坦白讲，饲高康袂趁钱，啊阮拢是饲虾啊来补食，伊是饲虾来贴较早的。对。啊，伊为着要互因有头这话用这算讲有情有义。好加载，好加载，因为转型饲虾啊，嘿啦，虾有趁啊吼。虾有趁。安尼就。正经爸爸是咧做啥？较早阮兜是做看锅的。哦，看锅的哦。啥物看锅？看锅就是看锅，迄个鱼啊，看地锅？毋是毋是，看锅啦，是锅。对。啊，这啥物意思啊？这啥意思？牛网啊等啊。嘿，去海边啊，牛网啊，等下叫看锅。啊，你若讲食饭食食的吼，啊，才会看死。哦，好啦，好啦，讲到食饭，我原来枵。你巴肚枵吗？对。也枵啦，我袂。是吗？我对伊食。哦，食一锅着，试口味。我试口味，试口味着。招待所来看。来，招待所。你辛苦啦！啊，交叉者，歹势。哦，安尼让您来到这，当入来阮这饮茶吼，是阮的荣幸。啊，莫你讲，莫你讲，阮上主要是来看种高亢是安怎饲的。咱台湾产量上好的这个白虾是安怎饲的安尼啦。公主拄则讲，你原本是咧看锅的。较早阮掠鱼啊，掠鱼啊，鱼啊，有看锅掠鱼。啊，家己有家己的渔船吗？有，啊，佫有定制渔场。哦，安尼。3天台定制渔场。哦。啊，落尾才来遮做这个虾田。做冰了后，开去入去中油。中油。搁中油，搁有中油咧哦。去加油站去加油，较去遐娶某。就使阮妈妈啦。啊，娶某转来。上早以前吼，咱遮是拢叫请迄种原住民的丽水的吼。哦，妈妈，歹势歹势，我等你讲到这咱拄仔看历史啊，安尼吼。来，歹势。上时阵也是拢原住民的对。继续嘿。请原住民落去味，海底啊落去味咧高亢。高亢囝。哦，这高亢囝。啊，味起来迄阵哦，东北角人来买。啊，买了去等于东北角饲。啊，了讲哦，啊，这个台东这个所在那遐尼好。饲高亢哦，高亢，那遐好，有遐好的所在安尼。啊，人就啊。过来遮落去设厂，落去饲高亢啊！哦，安尼哦。哦，这菜一样五菜。刚刚看到的。哇，刚刚的。这个给你们。这刚拄啊学的。对哦。对啊对。很土的。迄搬出来，我刚刚看到你喙暖，敢若有咧滴。有咧滴吗？但是我意思讲，哦，这敢有啥物五味还是啥物？安尼，我倒一下猪油，嘿。安尼食到。拜托，这啥物所在？这山地呢？海水的。海水，我讲对。食落喙落去讲话哦，目睭会紧起来。有影无？这无会盐落去沙吗？都不要，一点点油下去煎。因为我是海水的啦。但是我食起来有咸味呢。这我买会着，咱路订会着。会送来阮兜。冷冻栽培。会到付款。货到付款拢会使。有啦。这冰的。原味，口味我无共。原味。这是水，好起水安尼，叫做冷冻对无？对，水沙嘛。配冻冻食。就安尼，冰冰啊嘛当食。之前日本人来遮食迄种叫做海鲜的冰棒。我来介绍你，我就是迄个上爱食迄个台湾人。啊，这你拄啊家己画的，你家己画的，你要食看卖无？哦，无一定内底拄拄啊你吐的嘛有。这妈妈你炒的啦吼。唔捌，够香的。
这两高港有无共款的口味啊，气味袂歹。足 Q 的，口感无共。爸爸是迄落昨困无好哟，我看伊暗棍仔食得敢若拢无完呢，是安那哟？旧年的时阵，阮爸爸有跋倒，那会报道？透早吼，有数啊吼诶，落雨嘛，伤骨，脱去吼，人倒头栽。这伫窟仔外，毋是窟仔内底。哎哟，无水的所在，毋是有水的所在。你讲迄刮落，倒头栽落。迄足深呢？嘿，甲啊人迄当阵哦苦力啊，水分鱼，头壳老花，颔棍长7节，啊头拢咧咧安尼啊。啊腰长3节，啊，伊当初谁甲你发现你安尼报？工人啊，啊，画你来啊！阮家己送啊，因为阮遮偏僻嘛。啊，啊，要叫人做遮手板，阮就直接驶去玉里，冲去玉我这个里，玉里，啊玉里看了，佫随送去花莲。去花莲病院。哦，安尼福建差不多偌久才到即马我足紧的呢。奇迹诶！伫照顾病房2天嘛吼，普通病房4、5天啊，啊伊就用迄背架甲我合咧安尼哦，用求生意志足强哦，我这边爬起来，啊真正互我爬起来，4脚拐啊吐咧，我都会惊呢。所以我咧想是半身不遂，就是嘿，去啊，就安尼尔。是啊，嘿啦，你即马以前讲毋是死，就是瘫痪。安尼啦。啊，你叫我即摆活跳跳呢？无可能会安尼啦。是啊。我你看海边有水无啦？海边做水，这是太平洋。太平洋，伊这片蓝色吼，因遮在地讲叫做大东南。大东啦，奇怪，咱北部的这海岸，海拢无即款的色水啊。因为迄无共款嘛，迄板块无共款，积啊，伊才有迄落积啊积，积着一只旋流歌。大东南对啦，我是讲咧，嘿啦，咱用唱这条我错一个。好啦，啊，伊这有迄落断层的台语叫做断壁啦，所以伊这海看起来吼，色水会较无共。迄边色佫无共哦，你敢看？对啊，因为对无？因为伊遐可能断落啊，嘿，你可能才行出去是沙，嘿，你行去遐，你就哎呦喂啊，是谷啊你就落去啊。啊！啊，伊较出去有一个迄个乌水沟，叫做海底高速公路，你若叫放入去，你安那你知哦？你一直去，你会看到一个伟大的航道，你会看到海贼王。我免到遐，我车就无去。我较早有听阮爸讲啦，伊讲林家落山呐，啊低下落水落海，落海就是要饮落落水啦，落水诶，就是海水啊，嘛是水啊，一山一水，对啊。啊，才有做迄落加州湾，你知影加州湾的地名是安来？你知影无？敢是甲加州有关系？你讲的迄是另外一个故事。啊，迄当时啊吼，这拢原住民啊。哦，我讲故事互你听，啊，你去拍蜡，哎，蜡本啊无食是毋是会生胶纸？哦，安尼你放遮嘛生胶纸，哎，我放遮嘛生胶纸，冤家啦。哎啊，胶纸做者，胶纸湾，你来冤家啦，胶纸湾就安尼来啦。你是要提前多我拍对无？诶，有足侪胶纸啊，所以胶纸湾是安尼来。这是敢若传说。啊，若真正由来吼是阿美族有吼迄个族语，别胶湾就是因的迄个瞭望台。哦，会用看，伫遐看足远的，会用看足清楚的，加州湾。哦，是这样来。诶，这可信，这个较有可能啦。这较有可能。啊，咱要去找迄个船长去因兜洗身躯啊，
你讲船长哦，这参花路呢？嘿啦，这也无船啊无用，船长因兜还未到。嘿，我要去船长因兜进前，我先带你来一间，这间足特殊的，来看卖你就知。special 的啦，有影才通讲呢。嘿啦，special 有你看卖啦。啊是啥物物件是咧 special？我讲一句话，你看听看卖，你看你会捌袂啊？Escargot de chão foncé。歹势，你去讲一解。Escargot de chão foncé。是啥物意思？ Escargot de chão foncé。是啥物意思咩？法国的瓜牛。法国的官员叫 Escargot de foncé。 Escargot de foncé。de chão foncé。好，迄个法国是啥物？法国 foncé。foncé。啊，官牛做我想。罗雷哦做。Escargot。哦，罗雷哦做 Escargot。Escargot。啊，伫咧法国的罗雷哦做。Escargot de chão foncé。啊，那伫咧台湾的。Escargot de chão。台湾。啊，这真的啦。啊，那伫新加坡咧。Escargot de 新加坡。啊，那伫伊索比亚咧。Escargot de 伊索比亚。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真正。四成了啦。但是我讲正讲台湾话，咱讲台语吼。迄瓜牛，国语叫瓜牛。罗雷。罗雷是一般是拢叫罗雷。对。应该叫高西雷啊。这个这是种法国高西雷。你不来？你食法国高西雷无啊？嘿，安尼啦。咱叫罗雷好无？歹听啦。我问你者，迄个啥物餐雷？餐雷罗雷一种嘛。什么嘛罗雷？对无？烧酒雷是毋是罗雷？罗雷一种。对无？啊，我这支是毋是罗雷？嘛是一种罗雷。嘿，无甲无啥啥人毋知啦。所以讲你若讲瓜牛，你有要食法国种方式？吼，安尼就是叫做高西雷。无安尼啦，无安尼，咱来问头家啦，看叫啥物雷啦。好啦，来，爱人个带。老板头家。嘿 ，hello， 你好。德华，南港老德华，哎呦，来行个来。谢谢大哥，你好，请坐，谢谢。拄则阮两个咧冤家啦。你讲我做啥？罗雷应该叫做高西雷啦。高西雷，啊，你拢安怎叫？无安尼叫，我是拢叫阿威斯。阿威是海岸阿美瓜牛的。阿密斯的主语啊。主语哦。对。阿威斯。对，啊，台语好像叫餐雷款。我是叫罗雷。啊，罗雷。罗雷是一般上叫罗雷。罗雷是特殊的合名，叫做高西雷。有安尼叫呢？有安尼。啊，咱老一辈拢讲叫，咱有去叫高西雷。咱即马是毋来伊个所在？啊对。啊，用伊个做标准啦。无莫用咱的叫啦，所以你好做，伫阮海岸阿美来讲，是叫做阿乌斯，阿乌斯啦。啊，较早咱就是日据时代的时阵，老岁仔人，日本时代，日本时代拢讲甲祖母里。啊，其实真正是阿乌斯，阿乌斯啊，对，咱即马正名，这叫做阿乌斯。啊，恁那阿乌斯是白色的，白色的。我囡仔的时阵捡的，迄是黑色的。法国才有白的，这哪有白的？法国较无共。我唔相信啊！你摕出来。法国嘛，黑色的嘛是，或者是灰色的。嘛是有。白色的后来也是看到我们东南亚市场都在做白瓜牛白质化，所以他们也想把他们的罗马瓜牛、土耳其瓜牛、勃艮第瓜牛白质化。哎呀，臭气味较无白质化。啊，你的迄个。罗雷就是拢白，是，你摕出来我看觅。啊，但是等下，袂当。啊，拄好，我有传一寡罗雷料理，罗雷料理，互恁来批判者。啊，伊阮了内底敢若伊内底就放一只迄个罗雷呢，所以伊是罗雷作为问料。不是，这个是我们一般都会用有机香草、葱姜蒜、橄榄油，加上黑胡椒、盐跟水，还有六角去调味。就将白瓜牛低温酥肥熟成。一般法餐也都是这样做。啊，但是内底佫有迄阿威斯伫内底嘛。对，内底有放一只阿威斯啊，放一只罗雷有啊，内底白色的对啦。听讲安尼运起来袂歹就对。是，有影无？好食。我讲，芳呢？这我那安尼就在这样。一口吃，一吹落。不能两口，那个味道要融在一起。侧边这样拉。你讲爱食到干嘛豆啊？全部拢爱。迄个鸡龟啊，学台哥刚刚这样吃。这个往来做一盖啊，对。Fabulous。哦 ，It's really fabulous。你讲台语无？
你用台语讲，非常之好食。我食看觅。安尼啊，哦，谢谢谢谢谢谢。好食不？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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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开心的，我真大咧。哎，这加落哦，你头仔毒汁啊，你怎转出来啊？是，无得安怎？哎，往内芳开，你甲加落啊，往内甜味怎散开啦？哎，青菜碟你俾迄喙内底安尼皮皮布布皮皮布布啦，是安尼断来断去，安怎断？我迄个感觉就敢若迄个菲律宾的板块啦，甲后外板块弄做迄个弄啊弄啊弄啊弄。我会唱的，哎，好食啦，好食。不是这样好食，好食好食好食，够好食。是不是很搭？真厉害啦！我会使这吼，去order另外一组的。你啊，甲头家讲，你甲我讲要怎？迄敢我煮的哦。我是想，我甲你讲，嗯，我歹势甲伊讲。哦，你先甲我讲，我才甲伊讲。啊，我若甲伊讲，袂当甲你讲，是你甲我讲，叫我要甲伊讲，对无？你是这个意思？啊，你甲伊讲了，啊，万不离，万不离，伊若讲，我就莫甲伊讲，是伊甲我讲，叫我袂使甲你讲，讲伊袂使搁做一支，袂当甲你讲。你甲问者，这个会当搁做一支啊，出来熟悉的无？会使啦。哦，会使啦，会使。无啦，你要食等下较食。啊，还有瓜宝。啊，我无。对哦，这嘛是内底一项重头戏内底啊，传到一起啦。哎，这中拢是迄落啦，落嚟啦。哦，你这真正用法国的面包。我讲，你哪问？哦，我哪问？你哪食？我哪食？你先哪问？阿辉啊，阿辉啊，喙哪问？阿元啊，喙哪食？嘿，你搞斗呢？是哦。问拢我咧问，混拢你咧混。哎，今日我先负责。哦，啊，你哪想着要用安尼包？这是用法国的面包，要较甜。算是啦。那同珠也是讲我的白瓜牛是提供给全台的法餐或饭店。所以我会认识就做主厨，主厨就甲我讲啊，落嚟要安怎处理。啊，国外的有甲你买无？诶，日本有啦。日本嘛甲买对啦。对，我们是出口到日本。对，真正有够赞的啦。有够好食。有够绵绵，个 Q Q 呢，大开安尼呢，伊就够。小心1颗80哦，一粒80。哎，为什么你要切一半？本来有4粒，你怎么切一半，剩2粒？本来要正欢切一半，啊，这半放互你，啊菜互我安尼，我安尼切已经真好啊。我听人讲，我看电影的啦，你甲迄个落嚟啊，互伫迄面安尼扫，坑伫元哥坑边面安尼扫，安尼有效无？应该有效，啊，毋过但是扫到这时阵，记在袂。你有逐工食这无？一食80，那有可能？我有啊，逐工食。对我。白瓜牛是我们阿美族的非常美味蛋白质的摄取来源，主要的食材。对。啊，但是伫你进前有其他人饲这个后尾是无？有啊，啊，毋过进前疫情了，都足侪人拢无必算，嘿，拢放弃啊。啊，像怎你爱坚持安尼？因为对我来讲，我可以发展很多衍生性的商品，也可以把在地比较贫瘠的经济作物做一点改变。因为我们这一排海岸线海丰只能种稻米，其他的经济作物啊、水果啦、蔬菜都没有，较无多。对，所以我想说，能不能就是用白瓜牛当做一个经济的一个开始，带动这的经济，带动在地的经济，这样。我头一摆要顺这高山地产呢。落嚟啦，你讲你高山，落嚟，是讲你迄高山的真正有人安尼讲哦。有啦有啦，真正有啦吼。嘿啦，我带恁来吼，和您大致上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瓜牛哈，它是会冬眠的，所以我们大概到9月底、10月中旬以前，一定要做一个符合它的一个冬眠的环境。啊，伊迄冬天就真正困3个月吗？无一定。嘛无一定，嘛无一定讲一定会困，还是盖棉被纯聊天的嘛，足多。笑问一下吼，伊寒天人伊是要米迄道，这就土尔要米迄道。到时阵地瓜叶含一叶啊，就茂盛。会生出来。啊，米迄叶仔内底。叶仔内底，啊，过来就是讲我甲粗坑拢等伫内底。嘿。哦，差不多10公分的。甲砍起来，砍掉，可以袂寒掉。哦，是安尼，不然惊寒。
对，霸王级寒流来，如果连续3天都超低温，哇，那可能就会阵亡。但是我们东部，尤其我们长滨这一带，冬天的温差很小，所以为什么说，当天的时阵，我家的存活率是80%，啊，别人是2%，几乎差不多阵亡啦。所以变成我就是全台湾的种拢是我提供给大家。哦，你就当这区啦吼，内底种几只，饲几只。全年度的蛋的孵化量大概300万颗蛋。伊拄仔是讲300万300万呐，300万只粒算300万粒。这边是种螺区啦，这个差不多已经差不多11个月了，7个半月就会开始发情抱卵。你讲伊这是咧放种的？嘿对。啊，我们来看伊是公的啊母的？无啦，它雌雄同体。对啊，雌雄同体。歹势无读册，歹势哦，伊安尼就家己生啊，就对啊。啊，生出来安那？这个水，卡哇伊呢？啊，伊是安那生出来啊？伊有卵哦，还是？它一次可以生大概250颗到300颗，一当会当生啦解。哎，小等下，我替你算，300万粒，一粒80块。好。不是安尼算，不是安尼算啦，不是安尼算啦，不是安尼算的啊。不是安尼，我惊一个，迄国税局的啦，你查税你应该。打咩？啊，我袂算你呢。我全年肉品生产30万粒嘛，剩的就是我全台供应小瓜跟种，跟那个成长螺给大家来养，安尼。因为伊这歹饲啊，歹饲。你互伫我遮白好无？哎呀，无啦，要坑面的啦。坑面，买了有粉啊，有粉，有买，你互伊伫遮白就好。哦，你家己保养。它慢慢会爬出来，撑大一点。我等下看伊会白出来。啊，这个较清气，这个较清气。你拄仔是甲水压落啦吼？嘿啊，压水落，因就熟出来啊。对，它湿度产生一个变化，它们就会出来。所以若是野生的嘛，是落雨时阵，雨落落就走出来。落雷，就是这个意思。出来是，你看伊这头要闻出来，迄只。迄两个手是的目睭吗？那上面是眼睛，下面是触觉。啊，拄啊，我咧食是食会较遐啦。你莫伫伊面头前讲，你拄好食伊的代志，好无？惊啦。嘿啦。惊莫讲这。伊即摆搁 baby。即摆 baby 吗？它大概在10来天我就要收成了。啊，你甲收了伊会去倒？啊，到我的工厂去。洗净排空72小时，才会开始穿烫取肉入库。你莫直接讲这互伊听到。莫讲穿烫取肉啦。嘿啦，你人道宰杀啦。人道就好。人道宰杀就不卖。啊，这若讲这。我安怎讲好？啊，这毛若个抽掉了吼，你听出来？我听无听。讲这毛若抽起来吼，这毛若个抽起来，这剩这壳要安怎？啊，你壳有路用无？丢到海边给寄居蟹当壳。哦，也算是富裕我们这边的寄居蟹。对，因为咱这寄居蟹足可怜的。有当初在米的裤内底，你知影意思？我甲你讲哦，嘿啊，伊迄寄居蟹吼，伊足爱米咧咱这种迄落落地壳的。因为这对因来讲是好宰，大斤啊！你是讲恁爸啊伫遮？你讲米的我遮，啊我是免带带。恁就去恁岛一样，恁去恁岛去啊！阿弥陀佛。歹势。这叫做善的循环呐。对啊。因为这落地生天啊嘛。无，不是。爱个壳，咱个有寄居蟹去带。不是，这本来就是安尼啊啦。你即摆无要带。你无大嘛拍算，啊煞免让互人大，煞免，对唔对？是安尼，即间你无咧听，嘿啦，啊你送我哪会要紧？嘿啦，是安尼。所以有一句，啊连工你若要搬厝的时阵，啊你已经注销我，吼我才来带。互需要人去用。不要囤房啦，不要囤房。不要囤，哦你讲得好，不要囤房啦。本来就是啊，囤房税甲用较悬的啦。所以有一句俗语，你有听过无？听过啥？有一句俗语，你讲，路犁爬甲跌高尾啊，安怎会当？啊，伊就无路啊。无路通行。我甲你讲啥物意思？嘛毋是无路通行，就是差不多啊啦，真棒啊啦。比如讲吼，你足够的啦，我足够，你足够主持的啦，我足够主持，嘛足够模仿的啦，是啊，有够够的啦，啊，毋过年会有啊啦，差不多啊。你讲，你写落嚟哦，爬到跌高尾啊啦，差不多真棒啊意思啦。恁袂落嚟咯，即摆已经爬到尾啊，爬到跌高尾啊。我说不要个倒摆，我个顺势落来。但是你要知哦，嘿，你爬到跌高尾意思，你的地位往哪算悬啊？往哪算悬啊，毋过我甲你讲。
差不多啊，差不多。开始会当翕相啊。你的壳好让我大，是我的脚，你懂啊？嘿啦，哎呦，嘿啦，讲了有道理。嘿啦，爱让啦，爱让。哦啊，敢有人会买等于当做动物仔咧饲？有啊，我们这个是目前全台湾最疗愈系宠物，就是白瓜鸟。对，会当有无饲人的，人年哦，嘿，啊，我们会我个叫大只，我的拳头般大小，160克。主人希望。它的年岁就是6年。人年高的。对啊，再来交配太多次，它也会精尽人亡。不是我迄种，伊不是雌雄同体，家己拍就好啊。不，没事。等者，我即摆听有啊，我即摆是三无讲这面哪生，所以讲伊即摆连伊用做查甫的，连伊嘛当做查某的，啊，毋过伊无法度，拢有互相给予，伊无法度家给予己，所以伊无法度家己扶家己，无法度。你看有无？安尼哦，所以嘛是爱两个，那摸来摸去，摸来摸去，安尼。好痒哦，好痒哦，好痒！啊！你那哦，这，伊咧啊。真趣味，你知哦？以前吼，我有喜欢落地壳的这个DIY 啦，落地壳的 DIY。彩绘啦，彩绘对啦。我这吼用写字的啊，王雷。毋是你安尼无美感嘛？无你嘛，互即个字有无共色，你甲边仔箍一个红色的片啦。阿妹，我改啊。玉嘞，玉嘞，玉嘞，刷的玉嘞。真正是有影山清水明啊！毋是啦，我讲原大啊，哎，你著我讲要去坐去海边啊，嘿啊，啊要洗园区啦，嘿啊，啊那一直对山顶起来啦，先为山顶开，开看全景，规个太平洋，毋是我足水。愈白感觉愈毋对，你知无？安怎讲？因为遮我会记我敢若有来过，因为来过吗？遮足歹行的，遮车无法度起来，车先停下骹遐。无毋对。啊，即摆去哩是毋是还佫行一段路？你敢会使？啊，行去哩迄时阵，是毋是等下风景会袂歹？足水啊！袂歹，敢若佫有法度。全景的。佫会当体验，敢若迄度做家己泡咖啡、烧咖啡对无？无毋对。是毋是迄个所在？炭火的咖啡啦。对无？炭火。我甲秋风啊，敢若来过。是咪？恁两个店家约会噶？毋那啦，迄个毋那阮两个啦，阮过来的啦，阮有来过啦。我咧摇啦，敢若一杯啊成啦，但是这个所在真正赞。啊，毋过要去哩吼，我会记得真忝啦。你敢会堪袂？我当然咯，我定下咧爬山的呢。我错哪呢？你看 ，OK， 有无？差不多到一半尔哦。那边吗？我会去你的哦。这哦，这船若是恁先的来哦，船倒去食？无，倒去啊。哇！来我哩。好来，要袂，叫来。啊，搁有哦。过来，过来啦，嘿。好，有水。你看，先看我的，你看我翕的，啊，搁我翕。有远的啦，有远的啦，啊嘛有近的啦，嘛有特色啦。
啊，你看阮大个拄啊外，你这阮大翕的啊，我翕的。阮大一开始敢若正常，啊尾啊有无？剩骹啦，好无？剩头啦。因为我是爱看你的，a part of you。啊好。好，咖啡好了，咖啡好，来，啉一个。这咖啡手卤的呢，豆仔家己烘好烧，有当时要食较浅的，是较深的，家己用。哦，原来，伊这吼啉起来吼，有再淡薄仔酸，你知吗？这高级。好，即马咱出发啦吼，安尼快乐乐，快乐的出棚。来出棚啊，来去迄个船长引导。啊，这对咱这山顶落去，就到迄落船长因兜安尼。去抓过超7-8分钟就到。所以讲你这是有安排过的呢？安排过。哦，你毋是黑白给我穿的吼？是啊，我是安设计好的啊。嘿啦。用几点拄好5点拄啊好，你甲看我时间10了，真是有够好的啊！你是讲去拄好负责暗顿呢？哦，这个即马为花莲去，台11线啦，这个算嘛是算滨海的公路啦。因为咱若正边就是去中滨嘛，啊倒边就是去花莲嘛，安尼好。方便。安尼咱总算是较方便啊啦。嘿啦，来，要搞哦，要搞，你爱。倒弯去哩，安尼。伊伫咧倒手柄倒手柄，摆手柄，然后当时讲摆手柄。这，我较慢的，我慢慢啊，唔是我慢慢啊。头前迄个呢？这空啦吼。去哩。你有确定啦吼？是啦，去哩啦。来。嘿啦。油门站落。油门一摆，喊倒入青菜，这样停，安尼啦。哦，嘿嘿。哦，来，落车。哒啦，到位啊 ，Hello， 好，欢迎你好，船长，你好，哦，你这真熟悉呢哦，等足久的啊，歹势，你都拢带我四界去佚佗，我带因去看迄个咖啡厅啦，拄啊伫山顶的咖啡厅，船长你。阮大个甲我讲，你进前是身体歹，甲搬来遮，有较好无？有啊。脑干出血，中风看袂出来。脑干出血。脑干出血个等哦。医生讲700找无一个。找无一个呢？这有影？这有影呢？无简单。赞。来，菜拢甲你穿好啊。哦，谢。食饭。好来，食饭。来。切草，做歹势啊！哦，谢。拢头家厉害啦，拢伊出厉害，客气哦，伊出厉害。船长呢姓钟，金仲钟。来你莫叮当看头前，忙吗？真正我唔是要，真正的啦，我有看。你有看？你歹势甲拍你无？我你遮无忙？我无忙诶，钟大你好，钟大啊，这钟太太，啊这钟查某囝，钟查某囝，哦，水干那袂像那明星诶，安尼啦，啊，因这讲这鱼啊，拢家己钓有影无？你这家己钓的吗？嘿，家钓。啊，这个是叫做虾膏头。我只知影虾膏片啊，我唔知影这叫虾膏头。啊，片啊是啥？片啊就是虾膏。因弟弟叫平啊，续蟹好做虾膏头，啊，这嘛你掠的？嘿，对啊掠。明仔掠，要去倒掠？明仔载带你去掠。有影无？放人啊落去掠。嘿，放网啊，甲普通咱掠金啊掠啥无共，一片网啊，敢若网球拍安尼就会使。安尼哦，啊，这叫什么鱼？盘子。盘，这叫盘。啊，这我知影，因为我捌看过迄个，这寄蟹啦，海菇啦，哦，毋是哦，海菇面顶拢生这啦，这哦，这边哪食？七啊，嘿，家己叫七啊，国语迄个叫做石斛，较大粒的澎湖，藤壶，七啊，
啊，这个鱼是这烟啊好，烟仔好烟啦，啊好，烟仔湖。来，妹妹，哎呀，啊，歹势，我先来。伊个千金莫紧来食。千金我就讲要搁赶转去上。要上班，上班还搁赶转去上上课班。上班啊啦。上班，你台北？嘿，哦。啊，做啥？做倒一道？做饭店，啊，做饭店，哦，对对。在桃园遐。啊，这头很哦。哦。现老哎，这熟成2工啊，这有熟成2工， 2啊，工。那真好食。因为咱较早的观念，生鱼片就是爱现掠现杀。对。啊，毋过鱼啊拄死去，伊的肉平平红硬，平足硬的，会较甜。嘿，较 Q 较甜。啊，所以你爱等候伊肉软化，软化了后，即摆食起来，敢食麻糍。对，松松绵绵。对，加较 Q 加较好食。你讲熟成嘛，啊是炕的就好，还是安那？鱼仔臭素拢血。哦，袂当有血。嘿，啊，所以我掠转来了后，头尾剁掉，腹肚才通摕掉，嘿，摕掉。啊，才有血河嘛，这血经血拢啊打掉，洗好清气，用餐巾纸切落打，嘿。啊，再包骨落盐，3、4盐，过来。啊，你放到冰箱冷藏，冰袂使冷冻哦，冰就好。嘿，冰就好，冷藏就好啊，啊，你啊摕2、3工出来食，就变安尼。2、3工出来食就安尼啊。哦，有够好食的啦，所以讲，这真正你家己掠。嘿，家己掠，昨做日专工。做水俩，黑骨头这个物件吼，咱踮金山野里在北部迄边拢叫西骨肉，食敢若西仔头了，食咱人西。哦，这是西头，哎有哦。叫你先咧若摕着，就当做人起来，比赛用连拢怎唱起来？屏东叫做红孝，红孝啦，孝你知影？好，好，有公的后母的啊，4、1年前那款生有无？金门有倒遐培育的啊，保育的细只红孝。红孝啊，片哦叫做后背菜，所以人定来食这，我的人去食这螃蟹的时阵，伊若讲伊红孝，啊，你住屏东的吼，啊，咱台中啦、苗栗迄边遐，伊的山底有土高，所以无这个物件，所以拢叫倒铁路。台中的因叫这哦做倒铁路，叫倒铁路。安尼，因为伊是咧乌沙嘛，你看伊的骹扁的，是咧乌沙。所以咱都坐到顶管遮无刷头，就哪乌哪目条边安尼。所以伊这是米咧海底倒啊。米到沙底，伊规只敢若忍者龟安尼米到沙底。哦，米咧沙底。要唱个样。啊，若鱼啊过，伊就夹这叶仔出来外口加。哦，若有鱼啊来，伊就安尼啦。所以咱掠起来是本身就红啊，啊其实管的淡海内底算无保护色，就远就看伊红红啊。啊鱼啊过落来加。鱼啊，这种壳鱼啊，食会落去。有在了食。啊，像讲这是内底有肉，要葱啊那，要安怎食哦？尻川配甲边开。哦，边都开啊。这个无啥高，这规只内底伊的刺这袂使食呢。伊咧过路一寡垃圾米啊，鱼嘛对无？嘿，伊的鱼。嘿啦。伊甲三点啊无共，3点啊较扁嘛，较扁，所以你掰开安尼压咧两块啊，就好食嘛。对。啊，即款的这伤过厚，所以咱都要用刀啊。哎呀，破落，内底拢全骨头，其实拢骨头，啊，所以我拢叫人去稍微做内底压入来，压入来，外口压开，压开，嘿，安尼就开啊，一支安尼吼，啊，你再用这用咬的，嘿，咬再咬迄肉出来吃，啊，咬安尼，好食，食看嘛，食看，好食，甲吃到饱都无共啊。恁这肉真正哦，10百个啦，啊，佫足 Q 的啦，扑哩，所以咱久久食一摆尽量食活，现老啊就是爱安尼，啊，咱食无完嘛要煮好食，再摕冰啊，摕冷冻安尼。这把做巴西的。你食这个啥？足重的。来，吃嘛，啊，这边哪称？伊说内底有两，敢若蛤蟆安尼2个壳安尼，所以你淡食入去啊，这个种眼掰开。安尼就开啊。嘿，啊，这挂就摕起来啊。啊，内底是啥物？咱要食下骹的肉。啊。我安尼食袂使。哦，用，吃这啦。伊这下骹。安尼啦。下骹还佫有两。嘿。我无食过呢。海水的味。我讲，有海味啊。哦，有淡薄咧食毛蟹感觉咧。季节限定。无怪讲人讲这是人间上好食的。迄真正袂歹呢。这一年差不多2个月时间有卵。我即摆食到的是算腌卵呢。嘿，腌卵。平常时拢无啥卵啦。所以恁家己有存啦吼。有啦有。啊，这间民宿嘛是恁开的。嘿。啊，
啊是安怎？若有船就本来就掠鱼啊，是掠船，是讲嘛无先煞开一个民宿安尼。无较早我是咧工地拔铁啊，真正做用做啦，做的。啊，白的就身体愈来愈歹，酒啉真济啦，酒无啉较济。啊血压悬啦，无要插。无咧顾，嘿，对无？尾仔伊就感觉吼，伊早拢为着家庭，尾仔要为着家己啊，所以要来圆梦。伊较早就足想要家己做船长。无，伊足想要住海边。啊，伊本来毋是就住咧澳底，嘿啊。咱就海边的啊。伊是囡仔住海边啊，啊尾仔咱就搬厝嘛，啊妹妹要读册就搬去台北啊。哦，住台北。搬去罗东啊，咱做工课，咱搬来花莲啊。是。啊，咱就趁一撮仔钱，就十几年啊，16、17年前买一块地。买伫遮，多买伫遮，因为说趁一撮仔钱，咱就紧投资嘛。啊，无按算我要去做民宿啦，是莫名其妙来遮做民宿。其实有当时啊，天公伯也是安尼啦。你会感觉吼，伊敢若会奇怪，我哪会要互我破病？其实伊要送你另外一个礼物。啊，你迄阵啊袂想着哦，你咧受苦的时阵你袂想着。是吼。啊，你即摆回头去看的时阵，我迄当阵啊若无破即个病吼，我即摆袂有即间民宿。对啊。我即摆袂安尼快快乐乐，逐工快乐的出棚。我袂变。当然，我咧卡毛咩？卡毛。是。嘿，啊，我是感觉安尼，你知无？安尼我听起来，就敢若迄当阵，我当下开台北，我嘛无想要结婚生囝啊。我遮缘投南港刘德华对毋对？嘿啊。婚结的行情拢无伊。谁知影我甲阮某无？是先上车后补票，迄票补落了有无？规个人生怎改变？我生三个。我生三个毋是重点，想要到嫁迄个丈母，你知哦？后尾啊安尼，甲我家庭顾较。娶某嫁丈母啦，你来看。家庭我伊就甲我顾较真好啊。我真好。我感觉迄阵啊，就是你阵啊破病时阵，你嘛已经感觉足烦恼对无？想要到今仔日才落痛。是，但是你咧讲，你的迄个中风是脑中风呢？这好人几率足低呢。你做是要少年啊啥啊，血压悬无要插伊。这你真正哦，做官有定，才会知安尼。伊讲无要插伊，啊酒搁一直啉。即摆无啉啊吧？无啉啊，唔敢。偷啊，你讲即摆若啉落，所有财产拢阮某的。哟，恁讲好啊，讲好啊，哦，讲好啊。所以船长你拢总有生几个？三个啊，啊这上大上细？这上细汉的。啊大汉的，即摆嘛拢伫咧厝里斗相共安尼。无，第二个倒花莲，伊嘛是做用渔民，无渔民，做渔嘛掠鱼，嘿，咧掠鱼。啊上大汉的咧？上大呢，应该嘛做工程的吧？安尼袂歹，安尼拢伫咧花莲呐。啊，就即摆最近去桃园发展安尼。妹去桃园发展，去学安怎经营。啊，转来做即间民宿头家娘。啊，即摆拢是遮拢是头家娘咧换就对了。嘿，头家娘咧换。哦。啊，当船长，我透4年无出过海呢，你带我来掠看觅好无？好啊好啊。啊，若是出去会足远的无？明仔载若无风就较袂啦。啊，若有风咧？会啊，你一定。无风就有影啊，拢袂，我袂啦吼。无风，佫无影，袂惊。咱早起是拢食8点到9点这早起顿嘛，所以我拢建议人家差不多在食早起顿时阵，先食现存药啊，先食，因为食药啊食咧，差不多1点钟、1点半钟开始，了后才会发作起来。啊，你有定做伊无？我头前做的3、4年拢请无人，所以我爱去对出，爱去对出去。因为我去掠一摆爱2个人。螃蟹。但是我明仔载是安尼啦，就是讲，因为伊毋捌喙嘛，互喙落啊。因为我看你的节目，定定你拢害人。你讲这，拢叫细汉的处理啊咧。这名因为细汉捌过这嘛，叫伊出去经验。
港口到啊，港口就要到哦，下面出去掠虾骨头。啊，你真正有要对阮出去哦？啊，你毋是讲你真正会足近？我跟因为安怎呢？我是想讲安尼画面较好看。无啦，我甲你讲啦，唔好。我迄个甲我调整身体迄个身的，甲我最近身体有较好啊。我袂输讲那少年20岁。伊敢会想要甲你安慰？是要你的心，要你的心情少年20岁，但是你的身体哦病老。伊是要趁我的钱啊？嘿啦，你顶解去毋足无爽快，我讲你莫勉强，嘛。嘿啦，嘿啦，你拢送我来啊，我最感动的呢。来再讲，边看啦，边看啦。哎，船长甲船长夫人拢伫啊，拢穿热。哇，哎，好，高早。无，我拄仔看你安尼跳落来吼，你敢若真正有少年20岁哦？ OK 吗？还是讲你要对阮来哦？好，我帮你印啊，好，无啦。啊，你敢若看起做我记的款。毋是，既然你安尼讲吼，无就我就莫去。不是啊，因为迄船顶吼有限制人数啦。是啦，无而且我你讲，伊顶解出去吼，吐一个唔知人伊啊，爬袂起来啦。我无啦，无安尼啦。我足烦恼伊即摆出去，等下咱无得录影啊。嘿啦，卖，你卖，我真正为你的身体。我会带伊来去老洗。安尼，嘿，是啊，你讲你要带我来老洗啊？老洗，互你。安尼嘛是应该。安尼，我这捌来过，我看啊，是看看啊。恁人还袂出去咧哦？你伫恁老面头前去招这个阿公，伊是带我来看卖啊。这什么风土人情，看唔知呢？我看伊敢若。喙笑目笑，敢若真型哦！唔咯，伊即摆嘴笑目笑是伊咧笑啦，无伫嘿啦，那恁出去佚佗安尼。好，安尼阮两个来出海。我先看这船啊，这船够水的。你先顺一下船。哦。这台买偌济？这台买600，食去有眼镜，较无味，较无味啊。较无味啊。安那哟？是你要对。哦。啊，即摆今日是去掠迄落虾骨头啦。嘿，掠虾骨头。啊，你有要钓鱼无？有要钓鱼。有啊。冇要钓，放落还佫等1点钟，就爱随收啊。啊，佫钓鱼啊，今日钓啥？今日要先钓一寡盘啊，盘啊，盘子咩？盘啦，今日钓盘嘛？今日盘应该无啦，无一定啦。盘开较外口，咱放落因为1点钟尔，所以都淡附近。钓一寡。哎，有啥物鱼？秋膏啊啦，迄款鲢啊，迄款鱼啊。哦。怎可你啊？数也交你啊！我无紧，我就是带伊来看，毋是啊，伊带我来看咩？哦，船长谢谢啊。倒羹。啊，好倒羹。来，咱两个。我这真重呢。这忙啊真重。咱都后边。嘿，啊，平时啊，若是讲船长要出海吼，是哦，你敢会送伊来遮？无啦，无送伊啦，无遐尔啊恩爱。好，哎，平安啊吼。哦。头家娘拄仔讲要带来食沙西米啦。哦，船长啊，头家娘哦，讲要带阿元来去洗温泉啦。我听到啦，我袂讲啊，无代志啦。哦，拜拜，顺利啊。丰收，大丰收。哦，大丰收。海上的船的声已经响啊啦。其实阮要去洗温泉啦。你讲啥？哦，要出去啊，莫徛顶悬危险。即摆安尼风吹起来，真凉呢。拄则是讲足热的，你知无？你若阵仔在去外海时阵无，嘿，我靠，哦，伊无遮蔽物，咱去外海无遮蔽物。哦，规风你风嘛。谢凤姐哦，即摆安尼是咪？今仔日这个影吼，才有几集吧？今仔影哦，要30集呀。啊，无啥影啊，这无啥影啊，这影算足歹。因为即摆遮影较大吼，因为这是港区。安尼你？港区啊，遮影这是。正水新无清，新菜哦，新菜所以用的较大。是哦。再到外口有无就袂啊。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啦，我拄仔要来进前，因为讲哦，要换迄落新春药啊，我就讲无要紧啦。我即摆想要问你讲，你船顶敢有？即摆船顶到底是无啦。哦，安尼我行去内底坐无？哦，较袂晓害。咱来去后壁，较袂晓害啦，啦。咱即撮来到遮就是
迄渔船要入来，迄港口遐。对，带你来看丁字渔王人要出鱼啊。哦，啊出鱼啊，就是渔船啊搬落来啊，随着飞啊，就安尼。哦，啊真侪人诶，哦，海船啊嘛去啊，哦，哦，啊真侪应该是。拢迄个鱼贩啦，啊若无就是，鱼贩啊若无就是餐厅的啦。啊，你会来遮买袂？我袂啊，阮人拢家己钓。啊，去哦，对啦对啦，你带我来看啦。嘿，我带你来看。哦，安尼。嘿，今仔来，咱来看人出鱼啊！现在大家拢用抢的啊。用抢的啊。嘿，用抢的。哦，这买啊，踮咪就画金。嘿，踮咪用画。哦。这主任啦，啊，伫遮画鱼啊。啊，像这四尾安尼，少算偌济？2270，西部那边做的土托鱼。哦，土托。我们这边叫马家。哎，阮家叫马家啦。马家。啊，2000桶啊，安尼算贵还是俗？俗啦。所以讲你唔捌来遮买？我唔捌，阮人拢家己掠。哦，你家己来啦，啊，你是带我来批判者。嘿，我带你来看人啊咧，吼，安尼。看人安尼抢鱼啊！抢鱼啊！这尾白鱼嘛，足水的。这尾白大鱼足水。嘿，足水，足水，足水的。你够劲呢？你定来遮买看咯，买传登去食的。哦。哦，安尼哦，你讨园来，讨园专工来走来遮买。哦，啊，讨园你就正好咧中庭遐买就好啊。无共款，哦，安尼哦。要坐车坐很远来买的哦。啊，靠感情。啊，对。哦，拢做水的呢。啊，这什么鱼？这柑仔鱼。柑仔鱼啊。不能吃这个。哦 ，OK 哦。大哥，有啥物爱食你就可以。安尼好啊啦。安尼好，村长。嘿啊。村长。好啊。看没啊？村长讲这边上翻价了。这样子的话是多少钱？一般的话，啊，主任，挣700就好。免让你开800，免让你开900，可以开偌济？可以开1000。700，咱人家会买，咱人家也会，我也会，谢谢，感恩。谢谢。你有这心意，我就做欢喜啊，感恩啊，谢谢，顺利。谢。海哥，咱下要带你来去食沙西米哦，迄头家伫遮。哦，少年头家。哦，辉哥来。对，我甲看卖啊。你做沙西米的你啊？哦。啊，这尾这就是鲫鱼嘛。叫做破蒜，芭蕉鲫。哦，嘛是鲫鱼的一种就对啦。这款鲫鱼是即摆大出吗？这是热天的鱼啊。热天的鱼啊。这边算尾流啊。尾流啊。哦，啊，这尾今日买差爱偌济？无一定。啊，看唔知啊，看安那开安尼啦。对。哦。啊，今日就是要这只尔，啊，有其他的无？我其他拢一点面啊。用这两尔。我是4价买啊。哦，你就甲冰喺遮啦。甲冰啊，这间哦就是咱讲的迄个算是检验鱼啊。检验鱼啊吧，有青啊无青安尼。哦。然后拢抢这个卡扎冰啊遮，咱就来抢起来。抢起来啊，看咩？因为这种现捞啊现捞的，所以肉看起来就 QQ 安尼，食起来就口感，迄个口感足好。这只鱼啊吼，登去喺你的迄个卖鱼海产店，差不多偌久就销了啊。这咱一定要经过一暗的时间做冰镇，做冰起来。哦，冰起来以后，咱隔工基本上一工就走完啦，一尾鱼啊。一工就走完啊？一工就。安尼种伊做受信用，伊就做名，伫中边做名。啊，连面咱若去你的店，毋是食这尾哦，另外因为佫爱一工的啊，对无？我也嘛佫有共款的物件。共款的，所以安尼我对你的车就等来吃一个。好，欢迎。OK，沙西米对落啊。等下对水到位啊！我知影为什么阮阿元大个无要起来啊？一般若无坐过船的行船正常。正常啊！啊，所以讲，讨海唔是遐简单。啊，咱爸爸进前咧做起厝的。系啊。啊，迄阵啊，你搁做囡仔？伊当初做囡仔。啊，伊细汉的时阵就拢会定定带你出来掠鱼啊，吼。无，带我去遐边仔耍。拢咧耍水啥有诶无诶啊？我高中16岁考到中原证，我就家己带爸爸的船仔去钓鱼啊。啊，爸爸是迄阵啊，讲有中风哦。嘿，我高3要毕业迄年中风的。安尼啦。中风的。啊，伊中风的时阵你带一个无？嘛无意外啦，啊伊就。啥物你无意外？咱厝诶有遗传啦，后来伊就搁爱啉嘛，啊无眠无日啦，啊对话安尼早晚中风的啊。尾啊搬来遮，你怎啊开始就对伊安尼做掠鱼啊？吼。无，伊当阵伊伫收养嘛，我毕业等于我就紧去做兵转来，我就对人讨海。我足欣赏你的，咱安尼你知？咱讨海人较讨。因为咱一家伙啊吼，比如讲兄弟姊妹，
啊，也是甲爸爸妈妈做同一件工课。恁这逐工拢会当，对无？做伙，无做伙啊，做伙赚钱啊，一家有无？这对。人讲家和万事兴对啦，家和万事兴，真正足快乐兴盛啦。哎啦，啊讲遮久也是够啊未啦？够啊啦，咱等下来抓螃蟹。毋是啦，安怎？淡薄仔咧冰白，无要紧啦，你讲啦，你讲啦。啊是要先拍迄啥？免啦免，我对抓较多无啊？遮够啊你？嘿啦够啊。啊你是安那会用确定讲遮就够啊？免啊看。阮有仪器来，我带你来。这边仔拢海是咩？这有仪器，我带你来看。这叫做卫星。哦，卫星。Google Map。对，类似。啊，我们可以做记号，我哋都有抓到螃蟹，或者做记号。啊，这台是鱼探机，知影讲下骹的地形是啥款，啊，即摆水深偌深。啊，你即摆到啊，要先甲迄落号做抛锚的台语要停起来。无要落定。哦，叫做路钉，抛锚叫做路钉。对。咱的钉都你后壁，咱的渔具顶管。对。啊，所以你就停安尼就好，无要落。我爱哪开啊，我哪开啊。哦，你爱哪开？听我信哦。到迄个头引导。哦。就是讲，就是讲船长船哪开，恁囝网哪放，安尼啦，安尼对啦吼，安尼我来等，免啦等，你我教。来，直接看得到啊，看。啊，过来咧！过来，等下我等因子。你安尼袂穿着？对啦，这也无够啊。你手我摸看卖啊。这无够啊，这无要紧啦。哦，你手拢真粗呢。好啊，这个 NG， 这 NG 有无？这就是要固定咱的网仔伫倒位。哦。莫互伊乌白走。咱再等下找有。啊，这来啃落。啃落。啊，这都要摕啊，紧摕。我就啃落。3，我用算秒数。1、2、3。嘿。这拢总有几个？拢总还有130个左右啊。啊，你毋知安等百几个安尼？对，看我你，来，哦，等线头来这边哦。头来这。几只就无倒平，啊，等后开安尼。有啊，来线头来啊！喂，孙啊！大家，爱讲大家哟。好啦。大家，我问你哦。你讲。那照安尼100外个，咱有可能用掠着几只？运气若好的时阵哦，可能40-50只无问题啦。40-50只。啊，有当运气歹嘛，我讲100外卡掠2-3只尔。运气歹的时阵啊，搁要放无？无来换我。哦，你有体验到就好啊。是毋是讲若头戆的时阵看较远的就无代志啊？对，你袂使看近的。我拄仔看山啊，看远的所在有无？较袂现准。哦。我真正袂当搁放啊！我若搁放吼，等下你就有一寡饲料通搁食啊。真的哦。买啦，你放互鱼仔食，你莫放互我食，我会真水呢。啊，即摆安尼放了，啊，过来咧。咱们来钓鱼啊？卖啦。卖啊！敢无度小休困者？你莫安尼摇，你讲停一个较袂摇的所在，敢有法度？可能较困难啦。无啦，你放了人等走啊。系啊。有这种代志。因为你爱有时间啊，你即摆放咧哦，伊还袂闻到味，伊等下闻到味，再位边啊有无？走来网仔面顶，再甜着啊。我即摆头壳戆戆是正常的。正常的啊，因为阵仔你有感觉我的面色真歹？你有感觉我敢若要夹起来，要生气，要夹起来？袂啦。我甲你讲啊，我甲你讲，既然甲出来啊吼，咱就改变下啦。莫讲安尼放了，就要等去休困啊。这要钓鱼啊，钓鱼爱先学高丽。丽哦，就是学。啊叫南极虾。南极虾咱即下要去钓迄落算热头鱼啊，热头就是咱讲的珊瑚礁，珊瑚礁边仔鱼啊。珊瑚礁叫做热头啊。热头啊，嘿。啊，咱要来钓热头鱼啊，就用南极虾是上好的。来，我考一下看卖啊。啊，这里吼，爱为伊的尻川尾。好来。为伊的尻川尾甲尻川片。安尼搞入去，我这尾你我会先点雕，安尼较好搞。哦，入去，安尼入去啊。啊，先杀。杀虾啊。杀。啊，搞到尾为尻川片搞出来，规个拢入去，安尼。水一盖就会晓啊。哎呦，安尼我会当来行船啊。会使哦。我即摆有淡薄仔后悔一件代志。什么代志？我哪不爱食鲜船油啊。咱的人爱去骗，做一个查甫人，袂当开玩笑，讲不爱食就不爱食。咱拼面煮的。我因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正港的查甫。正港的查甫啊！啊，即摆要咱特别钓啥来？你即摆，咱船长才到位。腊八放落吼，咱就会使开始钓啊。这都是中滨上有名的辉哥生鱼片。辉哥，哎，海哥你好，你真紧回来，你比我较紧呢。
对啊对啊。哦，够紧的我要转来啊你来看。啊，那有闲来阮遮佚佗。啊，我就是即届来遮翕啊，阮一个新的节目啦。哦。我说来去恁兜西园区啊。听哦，听讲你敢若昨有去阮同学兜呢吼？这样，都阮同学饲虾仔的啊，高中的同学。恁同学？嘿，我高中的同学。哦，哎，种毋是同学，就亲戚伙嫂，啊朋友60拢伫遮啦。哦，啊，遮一杯3点啊，遮100。哎呀，100块头啊。足俗的安尼啊，烟仔好，咱昨就食烟仔好。咱昨食烟仔好。咱食烟仔好嘛吼。沙西米。你标着的是迄个鸡鱼嘛？哎，我是破河线啦。哎，我都去港口。迄叫做破河线。哎，破河线。啊这吼回链，足好食。这叫回链。袂甲红牛共款好食。嘿，阿姨讲你遮是沙西米是上好食的。对，我的招牌就是沙西米。哦，啊会使。啊无来我切一盘互恁食。会使夹啦。哎呀，拢会使夹啊，拢会使夹啊。这咱拄啊伫海景啊，你啊迄个破线。破河线。嘿，就一尾。咱的鱼。伊算鲫鱼的一种。嘿。啊，你讲这是热天生的鱼。嘿，热天的鱼啊。这边无啊。嘿，咱即摆算还尾溜啊。尾溜啊。OK です。あ、います。あ。哦。有青。有青，做青。赞。会使吼。冬天买菜 OK 的。对啊。甜吼。甜。你会当，你嘛会当尝试看卖，咱卖运直接食伊的鱼肉，迄个感觉伊个无。哦，好啊。嘿，咱青的鱼仔会当安尼做，拢卖运的有诶无？啥物拢卖？食原味。拢卖运哦。嘿，试看卖伊迄个味，佫是无共的感觉。OK 吼。非常之好食。青啊。青吼。加工青。大家爱来遮安尼小贵头刀嘛袂歹食，第二个贵头刀基本上贵头刀国语是毋是就是鬼头刀吗？伊的国语叫鬼头刀。鬼头刀。嘿，鬼头刀。嘿，第一咱就直接讲鬼头刀，因为鬼头刀我讲的就是咱即马目前出产的鬼头刀，拄多即个季节鱼啊。啊，我鱼是要嘛紧啦，大家拢做伙啦。我袂，OK 啊。那个龟头刀就是叫背河虎。嘿，对。背河虎。嘿，背河虎。另外一个名，第二名叫背河虎。咱会使卖遐侪名袂？啊，我倒鱼啊，较侪名。一般咱的人家来讲，叫啥？鱼，这个白鱼，这个红鱼，这个黄鱼。咱是看色水啦。对。喂，啊，这就是。黄鸡葱啊。葱啊。嘿。哦，黄鸡葱。对。来，我吃吃。有一个啦。对啊，你这只。有一个啦。无啦，免那查甫人囝啦，你有啥？这算免让大家人知影讲咱行村人的艰苦。哦。你准准咧吃啊吧啦？头前红青顶迄个有车哦。呼一声就会使钓鱼啊。哦。两声就收起来。收。咱那个要比早，个要找鱼啊。我当作头前塞车咧。哎，即摆会使钓啊。哦。有一只。是你哦，安尼。一平安尼。对啊。啊，你安尼钓有无？有讲句的无啊？几乎无啥可能啊。几乎无讲。有物件，有物件。教啥物来教？安尼教嘿。我手无力啦。没啦。我出啊几只，倒出啊几只。安尼哦。教。安尼哦。对。安尼我是毋介教。你竟然讲我足教的。鱼仔较戆啊。鱼仔较。你讲我教，你鱼仔戆。会听讲若钓起来细尾仔放掉对无？对啊，我甲伊讲话啊。要讲啥？叫你阿妈来。叫你阿妈。细只，叫你阿妈来，啊，搁甲放落安尼哦。啊，因阿妈就来啊。有种代志，你拄仔放足长的，我爱教我负责。停。钓无钓啊？钓无钓，好。走伊哦。走伊啊。我甲你讲，你帮我处理，我即马头壳戆戆。好，你评着。我评着。我看我也是乖乖去，我也是乖乖演戏好啊。钓鱼啊咯，钓鱼啊咯。遮紧。嘿，到。这偌大尾？唔知。啊，搁走伊啊！啊，叫恁囝笑，外敖暗足敖，所以恁咧钓鱼啊根本就毋免等啊。无啊，你爱开到西门顶落，唔才有人，对无？嘿啊，人一般早啊平人去，遐拢也无人啊。人较早钓鱼啊，是乖乖伫遐等鱼仔来夹，
你是直接开去因兜拉，甲鱼仔拢拉起来咧。对啊，你啊开到因兜门口一只，啊伊就扑着去出来食。我即摆巴肚的感觉愈来愈有啊呢。愈有啊。啊，你爱我放一寡梨落无？会使。男子汉呢？毋是恁无代无志，恁头家。男子汉呢？男子汉咧困。男子汉咧困吼。我即摆头壳戆啊，搁冰白。真艰苦。我嘛对啊。我即摆无法度救，我头壳足戆。我知。啊，上强啊！正话啦，两尾。来，这有做啥？缅甸这个叫做反击豚，我拢叫伊炮弹。炮弹。伊的型吼，像炮弹。啊，下骹这尾吼，这外口1公斤上做900、1000啊，这叫做红西公啊。红西公啊。石斑鱼。这尾叫做板鸡豚。板鸡豚啊，咱咧开枪迄钓迄个板鸡无？这有一个咯。你也钓落，啊开枪，开枪，等，开枪，莫共耍啦，你这共耍人，遐可怜叫伊钓起你安尼钓袂叮当嘛吼？你也摸下骹这支摸落伊就落来啊。你安尼甲用伊定，嘿，啊你安尼怎弄伊？对。足古锥的呢。你开枪哦。歹势，伊即摆伊会足艰苦的无？伊无当互喘气无？袂啦吼。我今天差不多要梨要出来啊，等，你来。哦，有卖。哇，赞吼！太好食。泰国其实阮遮买沙西米吼，介济人拢是摕来做早点。早顿咧吃这？对。几点就开始？你啊无你这个？阮6点半就营业啊。6点半，你可能还袂记出。6点半就开始咧吃沙西米。有诶较早诶6点，我若拄着迄个过节诶时阵，有时半暝啊4、5点要车喂北转来。就开始咧食啊？4点5点，咱遮都。要排队啊？无排队啦，是讲一透早就买咱沙西米，就去配早顿啦。这是什么习惯？真正诶，这无讲白贼，真正诶。这咱台湾人真趣味呢吼。这咱真正拢早顿一款的吼。你无讲我怎拢唔知的。对啊。哦，这厉害。啊，你这间徛遮偌久啊？4代，超过50年啊。超过50年啊。妈妈吃少年。多谢你。好不啊？哦，真正有够少年。有够好食。有够好食。哦，沙西米哦，嘛无啥物撇步啦，青就好食。青就好食。嘿，食落去，咱的喙齿吼，若会甜，迄拢都拢足赞的啦。嘿，啊，阮吼传承到阮囝，这是第4代。日本时代的时阵，做起草厝的时阵，阿公的年代就徛一台脚踏车，后壁载一只箱啊。载一只箱啊？箱啊，是风雨。我知。以前时代是骑脚踏车去各国庄头去卖。载甲开始的时阵是较甜，啊，落尾头要透中头的时阵，差不多已经花花去哦。这头有想嘛，知以前年代吼，就一定是安尼嘛。所以讲，即摆唔免徛空运车安尼。写行啊，载后壁唔免啊。免啦，时代无共啊啦。咱的辉哥做辛苦伫海，啊对，你海，来外带一个啊。包一个辉哥啊，包一个辉哥呀。好，我恁包一个辉哥。我包一个等于做辉哥。哦，做辉哥。搁一个黄灯会伫海上。哦，伊嘛伫海上。海上男儿啊。也奋斗，嘿啊。好，啊无咱包一个阿婆，互咱辉，共阮另外一个叫辉哥的来回家。哦，谢谢呢。谢谢。感恩啊，谢谢，拜拜，谢谢。抓到了！这算大只的。爱放生的，哇，大只来哦！我拄好放你啊！足戆的。你哪吐啦？我船哪开转啊？船长，船哪开？
阿辉啊，阿辉啊，伫咧船顶呢吐，我吐出来真来安尼，无咱搁继续掠啦，来啊！我不爱插味啊，会吐皮拢出来，你不爱插我？啊，恁头个咱即摆要来倒去抓？哦，咱要来去海盐爷爷遐。海盐。嘿，用海。海落去煮。海水。海水落去煮，啊煮盐迄。嘿，对。哦。嘿，迄嘛最有特色的。安尼你报我要安怎行？行。咱得行啊。迄当阵啊。你是你可可恁翁要搬来遮，还是讲伊要来？伊要来啦。伊要来。我工课做好好，我倒爱我的工作，甲你共款倒爱你的工作。你本来在台北咧食头路。我本来伫慈济技术学院哦。卖糜卖10几年。哟。是为着阮翁安尼，我才放弃我的职业生涯。嘿啊。哦，安尼哦。陪伊来遮。啊！伊当初会甲你安怎甲你讲？伊讲我想要来花莲住，伊就想讲要来起厝啊，无伊爸无法度搁去做工地啊，啊要做工地啊，搁继续啉烧酒啊，啊毋则来遮做这民宿。伊早拢去互亲戚朋友笑讲买迄地要创啊。哟。嘿啊，拢杂草啊，啊搁即摆做民宿咧，迄亲戚就讲，吼，也是你少年的较有眼光，啊就无共啊。你知影哦，有的人哦，有说会讲，你去你就做你去就好啊。我就想要踮遮，因为我有事业啊，我想要做这个啊。像你安尼，爱甲顾好啊，无要安那。翁甲一个尔，无甲会使搁嫁。哦，你这安尼足传统的呢，足传统的，就是。啊，表示会冤家袂？袂啦，即摆袂冤家啊。伊早本食会。伊早会啊，伊早定定为着伊啉烧酒的冤家啊。伊当初伊若迄个中风的时阵，你若是真烦恼的呢。烦恼喏，伊病院住要2个月呢。哟。嘿啊。啊，你着逐工顾遐，拢咧顾。无啦，就共款做我的糜啊，搁休困才去甲伊看。啊，无干嘛爱趁食。无要安那。哦，一只海盐我看着。海盐阿公啊。好，咱怎停了车 ？Hello, anybody home？ 哦，海盐阿公啊。是，没错。海盐爷爷，啊，就是这海水搬遮，对。啊，然后直接在煮。对，是。哦。是迄落简单来，无啥物迄落技术啦。哦，无啥物技术，我来看卖啊。OK，来，讲。啊，这是昨昏煮到即嘛。昨煮到即嘛？对，都爱15点钟。啊，这煮出来偌济？会当煮出来？差不多5-6斤尔。5-6斤尔。啊，成本嘛真悬呢。哦。没有办法靠这个东西来发财或是赚钱。它的工太长太多。啊，但是阿公你啥哪爱做这？兴趣嘛。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讲七股你敢知影？七股迄个是要用盐嘛，迄是用拍的嘛。啊，但是拍的盐甲煮的盐有啥物无共？它那个是日晒的，可能那边可能是有半年4个月也不一定，那个就浓缩的。啊，这个从开始到末了都马上做盐巴，这个把它拿出来已经有盐巴嘛，然后你就放在那边沥水，全部给它捞干了。咱盐是安尼做的。会做这我感觉你若讲毋是做家己这行业吼，可能你无法度做这。我想讲，迄海盐阿公伫这。伊要传承啊，传承这古早人安那做这。就按插盐嘛，慢慢给它在这边给它炒搭。对，然后就变成我们盐白了。安尼啦，安尼炒爱炒偌久？差不多20分钟。
哎呦哎呦，哦，刚才煮的哦。伊这片哦，有一个，伊这味足重的，足安怎讲？汤都是海水的汤，盐的汤。哦。一般是咱买盐等于袂去片，迄盐什么味啊？对啊。啊，只多炒出来尔，咱就片。可能是有点咸的时阵，有这个茶的味，吼，啊个味。加盐的味。加盐的味。特别啦吼。特别，真正我毋捌来过即款的海盐的店。毋捌看过讲一个阿公做生意的了钱的即款的。对。做身体好的啦，希望讲真侪人来个中滨啊。会当来遮佚佗，纯粹来遮体会一下，这海盐是安怎做的，你若讲想要做啥物气场的味的，还是原味，还是讲马狗味的，嘛会使甲阿公学一下，欢迎，咱差不多要来去阿辉遐，阿辉要等来，咱买一包盐无好食啦，好推来，买一包盐好推，谢谢，谢谢，感谢。即摆要甲分大细食呢？袂啊，规个拢爱剥去，先剥，拢爱剥开。这等下细只搁掠转去放。嘿，细只搁掠转去放。有两个甲细只的，拢爱搁掠转去放。对，有两个。两，来，这慢慢啦，有心啊。关注关店讲掠出这样，有两个都要放掉。你甲看，细哩，嘿。好来，各位观众朋友啊，即摆吼，合作迄落有一个小教室。教大家哦，熟悉啥物叫做金啊，啥物叫做旗啊？来先生来，老先生来，大家教者，嘿，免来看。旗啊，就是这个，你唔着注意看，这有两支角，这有角，叫做旗啊。叫做旗啊。即款这无角，无角的，无角就拢叫金啊。所以咱这溪骨头无角啊，溪骨头算金啊，算金啊，嘿，这有肉还是无肉？来，咩角来啊？这较垃圾，这较垃圾，这较清气，这较清气。这只无肉，这只有肉。免来看，哦，较清气就是拄烫壳。伊烫壳才会大，伊无烫伊就袂大。当烫壳的时阵就肉还袂生。嘿，拄烫壳的时阵伊就整起来较大只啊。对。内底拢水，拢无肉。你若像这较垃圾的，伊就是烫壳足久啊。有可能食物件食较济啊，肉嘛较济啊。看袂出来清气垃圾，咱就会使掠起来，称看卖啊。变大只来讲。变大只。嘿，这只较重。较重的。都有肉。你甲看。好，来倒退路，来倒。来吃笨道，倒退路。来。伊是要乌沙啦，沙咱用乌无啊，你这都无沙，人乌你咧。哇，恁船转啊呢？系啊。哦，到位啊 ，OK。咱要甲接，结果伊比咱先到位。要紧，行，咱停下吼。今仔停车。好。等来啊！坐歹势。你这边来，去坐行。阮伫咧船顶偌快乐，你知无？你 OK 吗？我甲你讲，做人唔好计较。计较吗？我敢若要冰白啊，要冰白。兴顺药。有来有退我，我甲讲，嘿，查甫囝咧食啥物兴顺药？计较无吃。结果安那你知无？哇！尾啊本来伊讲吼，伊咧烦恼无掠袂着。我抹一个了，大丰收啦。安那，我会功劳啦。唔着较早有你。不是，迄时我咧训的时阵哦，伊这人安那你知哦，外夭寿你知哦，伊讲。你无食药啊？你唔足够。伊又甲你应这哦。伊唔啦，伊出去船顶无共款，伊拄还袂出去进前吼，佮故意啊，伊出去拢变一个人啦。开始老船长就是安尼啦。开始讲吼，伫咧厝无聊啦，迄出来偌快乐咧。因某规工有无？你有讲无？讲我你讲啦，迄海上比伫落去较快乐啦，对无？哦，逐工拢做出来啊，一出海哦。迄出去嘴笑目笑咧。我讲免讲啦。含囝出当然嘛。免啦，我你讲因爸仔囝感情嘛有问题，无冤家啦。迄船长叫伊往东，伊干那要往西啦。哟，有影是听伊的较厉害，还是听船长？其实因各有专长，议会代表啦。因爸就讲啊，你叫活怪你就知影，来你活怪，来看下骹，
你看啊，鱼夫，你看这鱼夫，下当甲鱼夫车咧幸福顶头，你就看伊偌爱钓鱼啊。是咱的职业啊，我爱讨海啊。小弟你，咱今日是钓着啥？哦，一堆啊，系啊，虾骨头啊，一堆。虾骨头啊，虾骨头。哦，我叫钓一尾石斑，迄钓起来，一竿两尾。上中。嘿，一箭双雕。行来安尼啦，嘿啦。想要去。行，我别，啊，我这样我商量。不是，我其实我就后悔啊。哟，我是讲，我唔知真正会行到安尼。我想要借问一下，啊是你走去倒？哦，我给你炸一寡你爱食的。啊，唔足够。足够呀，啊，唔足辛苦。你有吐无？你拢食个吐，八个食个。好，有无？有无？哎，风声笑，你拢今日，今日早起抓着，应该有20几只有啦。咱阿掠这粒梨啊，等下处理啊，你食。这粒梨啊，有故事的呢。这梨啊食鱼啊，你知影无？这梨啊食吧。你敢知为啥你爱食？这梨啊有毒。你问伊，伊要食伊的物件是故事伊毒。嘿，伊咧讲这故事吼，偌厉害。你敢知伊安怎食迄鱼啊？伊迄毒尖怎那个钻落？敢若讲嘛？鱼啊吼，怎麻痹啊？无度叮当，伊怎扫过？一个时阵，干一个时阵呢，伊的梨仔吧怎走出来，变两倍大，甲伊鱼啊磕起来，安尼嗖嗖嗖，怎甲鱼啊一条安尼？梨仔吧会两倍大，对，伊家己敢若灌水安尼，唰，这样大个啦。嘿啦，我有钓着两尾，我两尾吗？哒，嘿，哎呦，这水，哎呦，这叫啥名？阮讲达薄，达薄，因为伊会哒啦，嘿，哒咧阿薄，达薄。这我咧用个吹，无，这等下我要煮烧酒鱼，互你食。烧酒鱼，嘿，麻油，一般是拢是烧酒梨，烧酒。这个食这好共的，对啊，因特殊的煮法，渔夫料理啦，特殊的，别位食无的哦。啊，囝人走安尼食，别位食无的。哇，啊，佮有一尾石斑嘛，嘿，石斑都吹啊，石斑都吹，石斑吹好，烧。我是讲要帮我你看，我是讲要帮我你看。袂使啦，我是讲你的手内还用安尼，这样子贵，所以哦。安尼啦，安尼啦。哦，安尼就买就好啊，要开开到，行，绑出去。来，啉一下下到地的，迄是只安尼讲嘛，叫下到地哦。下到地。嘿啦，是啦。下午茶。我是听有啦，我唔知因听，你听有无？下到地，听有无啊？听有啦，现在来，我先食你，啥物先食好啊啦？我来点两只螃蟹较有肉的。好，好。啊，恁讲恁去倒一个鱼港买的这啊？中滨遐迄个阿辉啊，阿辉啊啦。哦，是不是？有钱啊？对啊，啊，你先食迄啦，我食这啦。迄红色的石斑叫啥名？我阁袂记，红啥物？猪桂，红猪桂啊！这我用性命钓的，用泡泡剂煮的哦，较甘哦。好食。哇！哎呦，会使无？原来这都是现捞的感觉。无怪讲外口餐厅食一尾1000外块2000块。哎啦，1000块。赞嘞，大兵来。安尼啦。来，哦，谢谢嘞。烧酒鱼，烧酒鱼。嘿，我头烧酒鱼。变食烧酒鱼。哦，够香嘞！来，外口食袂到的。搭薄，你先互伊搭一下。安那啦，会搭无？哦，好食甲会搭字，搭字。你若食到这续蟹阮兜的糕，你就比食迄大只蟹搁较好食。即马这看会到这拢挖出来拢会使食。敢有讲，咱若要食有啥物禁忌，啥物所在是袂当食的有无？敢有？就这个蛆，啥物蛆？鳃，鳃袂食，鱼啦。过来，伊即马喙正中，喙中遐。
内底就一个胃茶啊。哦，遐有胃茶，迄嘛袂当食。对。迄食着安那？一个味味啊！咱今日用迄咸鱼啊去食的啊。啊，内底嘛有可能食你今日拍的。迄个木龟啊，你要偷什么木龟啊？你拄好有食啊济嘛，是爱感谢你啦。我伫遐吐到规个面青顺顺，恁爸伫遐问我讲，啊你透早是食啥？我敢若有看到木龟，安尼敢对？啊，到底你食啥？恁翁我甲你讲，阮出海，这看木龟无？哦，无我甲恁某小斗者，迄出海时变一个人，你知影？真的哦。规个人偌快乐咧啦！等下，这道啥要食？你要食讲迄有毒的哦，毒的，好来我来。对，你食。有毒的我食。我要食啊！你食。啊，就我食一半。你敢买？开叫我遐么输落。袂无，那边好啦，嘿啦，这有毒啊！我先敲电话上对啊，隔壁呢，我叫伊先来。袂歹。外口真正无人会晓食这个。呢？真的啊，外口无人会晓食这。好食。真正袂歹呢。歹势，我刚才一只呢。好食。啊无，咱等下搁出来哩啊。爱去买啊，安尼好啊。我食过倒啊。我是掠较艰苦坐挂才掠着这个呢。我感觉恁翁伫喺你面头前吼，会结乖啊！伊出去到外口，铁啊，拢大红声起来安尼。你即摆拢足温顺，咧乖乖。伊伫海真正伊就敢若海王子的啊。伊有对你足好诶无啦？有啊，对我足好。来上温柔诶，讲一项，你感觉上感动，对你上感动诶代志有一项就好。暗时啊会甲我打药布啊，腰疼诶时阵啊。嘿啊。阮大啊，我就是讲伊甲看报地沟打药布，安尼 OK 啦。无要紧。我讲上感动诶代志是暗时啊甲打药布呢。嘿啊。你有看伊欢喜甲笑甲安尼无？迄代表安尼介幸福。安尼啦。在笑甲安尼啊。伊药布打落。药布打咧，感觉不讲，哇，那遐爽安尼，欢喜甲安尼，笑甲安尼。我反正看着惊安尼。对啊。老爸老母吐槽甲安尼。幸福无可能笑甲安尼，欢喜甲。阿元啊，啊你迄内裤伫倒买？敢食性价呢？来，好来。烧，舒适。来，啊，即摆出来啊，甲你安尼四界走吼，上享受的就这个时阵啦。我讲，会当出来佚佗吼，啊看一寡新的物件，啊，就尾佫会使安尼浸遮烧水吼，啊洗遮身躯安尼，嘿，有够爽的。对啊，我大概吼上感动的就是吼，大概熟悉这新的朋友。是啊，较了解因了，你会感觉哦，其实人生吼有足侪物件吼，咱无去惊大，咱唔知影。其实上咧重要就是讲，比如讲因住伫花莲啦，还是台东这边啦吼，算讲是世外桃源。啊，有的人就讲，我住台北，一寡落雨烧乌落无济的代志，也是真多。我要厝卖掉，要搬来花莲，要买地，安尼。我要起一间厝，我咧种遮菜，差不多为差不多35岁开始想啊。嘿，对。想啊，差不多75岁。放袂落。像这个船长就是吼水开。无啦，毋是。我甲你讲，迄嘛毋是水开，迄叫天公伯安排。伊若毋是中风，伊敢会来？对无？你捌想过讲有一天你会过一款田园的生活未？其实我做囡仔的时阵是伫庄脚大汉，阮阿公阿嬷吼，因搁伫的时阵，我有甲下一个愿，我感觉我真不好。我有甲阮阿公讲，等我若大汉，我若有趁钱，我要倒来庄脚起大厝，我要阿公阿嬷用住老瓦厝，毋用住这下厝啊，毋免搁兄茶烧水，我会互你有迄落水安尼拍咧，烧水就出来。阿公阿嬷嘛拢讲哦，安尼阿辉啊有友好，安尼赞。啊，逐年我拢会转去庄脚
过年的时阵，我就甲因讲，阿公阿妈恁搁等一下，哦，等我若成功哦，我就要转来起大厝。啊，结果哦，下几年前啊，阿公阿妈拢过往转，啊，我拢甲下这个愿啊，结果无做着。这是我。使你讲的这种，你想要做，你就紧去做，对无？对。所以讲，迄当时你若有中风，你就会来啊，你知影意思？所以讲，上主要原因是你无中风啦，你知影？不是我要中风之前，我是嘛爱有钱。我甲你讲呢，迄是伊人起厝，这伊起的呢，伊人起厝，我用提供别拢安排好啊啦。伫身躯顶学着做侪人生的道理的。村长，沙西米，安尼啦，吃，浸烧水，食沙西米，食沙西米。哎啦，无啦，你若要甲阮讲话，你敢会当对这边上菜无？你对这边上菜，嘿，你敢会当对这边？你个规定，欢喜啊，怎上菜？我咧外头较顺。那要紧。恁讨厌的人真正拢拼命的。系啊。我本来较早拢去市场，我拢想要共抬价。我家己安尼出去自抓，我佮问讲，我迄落K骨头，安尼K骨头，一只偌济？伊我讲1斤800，我吐甲安尼，你讲卖800，你知影我心情无？迄是拼命，迄我拼，迄对你来讲是行情，对我来讲是命呢，迄我的命呢。苦嘞。所以咱莫去共抬。连讲话你掠迄骨头10万，换你出去掠看卖，你就知影偌艰苦。哦，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啦，想要迄落甲咱村长讲一个啦。嘿，讲你家当莫徛咧遮，你甲我挡着我的迄落。无啦，因为我头，嘿，无啦，你去比好困啦。我惊伊徛咧较会酸，嘿啦，伊徛咧较会酸啦。来 ，Cheers， 干杯，吸一下。啊，搁有迄落，咱去吐高坑嘛是啊，有够感动的。是啊，我毋知影讲遐个阿密斯的姐姐对少年吐甲变妈妈，伊对少年吐高坑，人情世事嘛拢看透。啊，高坑做袂落啊，头家为着要互因有头路，继续搁留咧，继续做。所以台湾有一寡人吼，拢点点啊做做一代志。互咱食着好食的虾啊，好食的高坑，啊，佮照顾遮济人，而且拢无简单呢。所以讲哦，咱逐集吼，拢会介绍一寡真符合咱台湾人情味的故事咯。对，甲遐人情味拢甲挖出来。水，安尼敢会使？你这我是有一种感觉，你知无？步步高升，你有看出来无？这你设计对无？我有看出来啦，我有天分对无？好，好你加菜，好你加菜呢？哦，有够长啦！爱之盐，你甲说啊？不是，去做这盐，不是，你即马甲拍爱之盐？不对。啊，当大，来，你来。我是卖是讲，这是你带因某去做这是爱，不是爱，这无唔对啊！爱之盐就是表达种对因的爱啊，是啦，感恩的心啊。其实是会使，伊若无黑白，我感觉会用的，伊袂黑白想啦，我嘛袂黑白讲，袂啦。你绝对我袂，所以，爱国之盐。安尼就真水啊啦！安尼就袂黑白想啊。OK， 安尼就袂黑白想。哦，安尼好 ，OK。安尼就袂黑白想啊。所以村长夫人叫阿国啊。无啦，爱国，爱咱的国家啦。我是讲因某叫阿国。爱国之盐。来，真的有一个，足感恩的啦。即届安尼，恁甲我接助，搁有食，搁有囝，嘿，足歹势。啊，拢无送伊啥物件。是啦，是。啊，我这海盐我先送你。来，爱国之盐，你若这吼，咧食牛排还是食海产的时阵，你甲揽落，安尼就是爱国。安尼哦，伊先写这出来吼，要互你看卖伊的字有偌水啦。其实哦，伊有特别写100字要互你。
来，吃，采水费水，我这唔诚字咋，阮的节目就来去恁兜洗荤酥，洗荤酥，嘿，荤酥，啊，荤酥就是宜兰腔。荤酥你捌听过嘛？不，宜兰啊，好对啊，你宜兰的怎唔知？有哦，有哦，对哦，有哦，洗荤酥，洗荤酥，啊，你感谢你，感谢，这唔听你啊，啊，阮来。啊，妈妈，咱感谢有礼物要送。你好的，哎呦，你这是是上啥啊？这我的好处比伊饲的芳蜜。哦，做芳味哦，来，谢谢呢，台湾的原味台湾，哦，这是灵验的，灵验，谢谢，谢谢啦，啊来去，啊，连江若来吼，因这吼船啊吼观光的啦，住咧遮吼，拢会搁载你出去佚佗，安尼，互你体验一下。你连江换你去你船顶，你去咯，下骨头啊，下骨头，我看若是袂晕船，我就去。OK，爱食爱家己掠啦。哦，安尼哦，爱掠哟，好啦好啦。这做水也希望大家来这佚佗啦。哦，来这佚佗，来这佚佗。安尼我们来啊，我来啊，谢谢你，感谢你，来去啊，再见再见。我来去啊，谢谢哦，拜拜，拜拜，哦，再见。为倒弯，咱去花莲，头前倒啊，对对。倒弯花莲来。